你来你。老板，啊，你都好料拢甲传出来就对了。哦，好，我去厨房看啊。进来啊，进来啊。哎。拍谁哦？汤来啊！是的啦，是的啦。阮是来遮食饭，是来遮互你糟蹋的咧。拍谁啊？我甲你倒啉酒气吼，我搁甲你换一碗啦吼。哎，你要走来啊？等者等者，头家，头家啊，较紧的啦。头家啊，这人你请的哦？嘿啊，你家甲看，烹一个菜唔精唔完啦，搁夹一个西面，烹汤的时阵将他藏内底，要讲汤敢破。头呀，你家己讲，这件代志我要处理啊。是的啦，是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换电话一换，好无啦？换是一定爱换的啦，但是我看这间店的人哦，敢人无啥物礼貌哦。哥，曹老板，歹势啦，顺手啊，安尼提死你啦。我都一直跟你回事的啊。哎，回事嘞，一摆有够的哦，你甲我开的吼，无100摆都无够啦。双金好啊，你莫太小气呢。拄啊明明就是你故意挑难为难伊的啊。何二明啊，饭会使加食，话哦是免个随便人讲的哈。哎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还要偷啊？哈，你偷袂甜？做人爱讲道理，像你这唔讲道理的人，不管谁看到，拢会不服。不好，你要看啥物都不好无？哈？啊，你好气啊喂？哈？哎呀，曹老板啊，你看我交情遮尔久的是毋是对象？拜托你。好啦，今仔吼，我是看你的面子哈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行，咱换别间食。多谢多谢。啊，给恁我啥？较使。卖啦卖啦，大家食菜卖。再见。张太太，我是惊迄阵人啊，过来找你的麻烦啦，所以我甲小妹啊来遮等你，送你回去。多谢恁啦，嘛多谢讲你今替我主持公道。啊，不过好先生，以后我的代志哦，请你莫搁插啊。郑太太，你若讲这款话咧，我阿兄是好意要帮助你的呢。恁的好意甲诚心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恁的好意哦，颠倒造成我的负担呢。黑白讲，什么负担嘛？我来遐尼做，造成你的负担。回归。阿兄，本来就是啊嘛，你看，你力出啦，钱也出啦，也敢若唔知影好歹呢，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。钱？你讲是啥物钱？无啦，啥物钱啊？妈，何先生甲伊小妹拢已经甲我讲啊。哼，啊有是安怎？迄时心肝情愿要互我的啦。妈，50万毋是小数目呢，迄钱咱袂用去摕啊，咱摕去还人啊吼。摕去还人，你起笑啥？我你讲哦，钱若互我摕到手吼，啥物人嘛免想要甲摕出去。妈，迄钱袂用去摕啦，你摕遐钱通讲话，摕去还人啊吼。绝对无还人，你甲闪开，你笑得你笑。妈，你莫安尼啦。无你讲啥？闪啦！我不要来哭我妈妈。无你讲啥？你讲啥你啊？阿妈，你无应该去摕遐钱啊，遐济会无良心，真见笑啊！你竟然讲什么笑话？妈，安怎？你不要教，叫我替你教啦！别通教我点细细念。反正啊，我甲你讲，无论阿妈做啥，你拢袂当无礼貌，知无？会听无？我看。来，跟我要去。新拍档啊，杜平灰衫咧，哦，搁回一个。
你笑啊，温温较开啦，莫紧张吼。你手吼放互轻松，hand倒路莫抓遐硬啦。哦，吼，我足紧张的呢。莫紧张，莫紧张。哦天，就是安尼，你看，平个内底我听好了呢，对啊，我会想听啊。慢慢啊学啦，你一定会晓。天公伯，今仔靠你的保庇，才会当买一台新车。希望你以后继续保庇我，保庇我一切顺遂，迄车一台一台买入来。有着啊！你哪会放我无仔囝啦？你叫我想要什么？叫我想要什么？有点，有点。何先生，是你啊？郑太太，你好无？我不要紧。真歹势，前阵仔我嘛甲你摕遐个钱，我迄过一阵啊，才有法度还你。遐个钱哦，你莫烦恼啦。我今仔来是想要请你来我的花圃斗相共。唔好啦，啊花圃的代志吼，我拢无内行啊。花圃做代志，总比你的餐厅做代志较好啊。我是感觉你的餐厅做代志哦，太辛苦啊。何先生，我知影你想要帮助我，所以才叫我去你的花圃甲你斗相共。你的心意我了解，真感谢你。花圃本来欠骹手啊，你若肯来，是你甲我斗相共呢，哪会用讲是我甲你斗相共呢？阮翁在生的时阵，伊就真希望有家己的货运行。虽然阮翁即马过身啊，啊，毋过伊上大的希望是我会当将这个货运行看起来。我即马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甲紧考掉卡车的驾照，会当经营这间货运行。袂用搁交着线啦，搁交着线，行免考啊啦。唉，朱哥哥，太老徐哥，我一摆叫的好无？你哪遐我甲你拜含托啊！慢啦？你规气莫考啊啦！朱哥哥，拜托你啦！拜托你。饮水的
当时水担当的查某囡仔看眼面怎来才歹？啊，有啥物困睇你出来无啦？食恁的饭啊，喙齿紧来食。大概咯呢？哇，搁拍几身躯啦？歹势啦，歹势啦。真气啊！衰啊！啊，落阮嫂啊，驾照考无着，心情较歹淡薄啊，唔知安尼，你蛮见怪呢，歹势啦。我哪会敢见怪啊？一个啊，像即款的骹手啊，餐厅假用，真正是想袂到。啊，唔知餐厅的头家啊，哈，你是目睭去顾着喇叭哦？歹势，我搁甲你换一碗啦吼。哎，等下，阮头家话头又讲煞，你着要走哦？啊是安那啦？驾照考无着，这套有啥物心情歹咧？想要做货运人的头家哦？啊，无一定爱开车嘛。你着甲土地卖互我，啊，我货运行的股份算你一份，你着点点啊踮咧厝里，量些啊，啊，就有钱通入来啊。袂歹哦，有想讲嘛对哦，我嘛爱嘛。查人啊，要考货车驾照无遐尔简单呐，啊，就算互你考着啦。迄行路的车是哪险哪好的呢？你敢开上路哦？歹势哦，哎就走呀啦。小姐，头家啊，有啥物还有心？这是你的工资啦，我有加也算2工。你要甲我死头咯？头家啊，唔卖啦，我知我做了无好，啊，毋过我若倒位做毋对，你会当扣我的钱，你当甲我骂，你莫甲我死头路啦，好无？我是来要当留你啦，真歹势。无喏，头家，我若倒位做毋对吼，我以后我一定会改啦，拜托的啦，你莫甲我死头路啦。毋是讲你毋好啦，你足久来我嘛知影。啊，毋过所以迄份人工啊，一份拢你20个拢伫遮咧食饭，是咱餐厅大主顾，而且佫介绍一寡便当生意互我做，啊无我餐厅无倒位饲落去。你若了解吼，你着体谅我。是说我本爱你是我的头路。哎，我互你做，啊我无法度留你啊。妈妈，什么代志？家己帮我准备的便当，我甲同学讲，迄是金乌排骨，同学甲我拢有食过同款，一直真要食，还拢食骨头呢。你哦，爱变啊！妈妈，明仔载的便当敢有金乌排骨，我要偷偷食，无爱互你知。明仔载无啊啦。明仔载无金乌排骨，还有啥物好菜？明仔载开始哦，拢无好菜啊。明仔载妈妈炒饭，互你炸便当，好无？想做无啊？餐厅的菜，逐工毋是拢有剩。妈妈已经无要去餐厅上班啊啦。想做无爱去啊？啊，就因为妈，我开这清单你看咧，这里也有上班也有收入，所以一寡这费用开销吼，你应该分担啊。真哪有够？无够啦！妈，这是我今仔日领的工资啦。啊，你先摕去，若是无够吼，我再过来想办法。哈，哪只尔？含做胶本都无够。你毋得搁摕去播啦！要紧要紧哦，今八其他间卖啲土地，你毋通做一个小生意，啊，这是正经代志啦。知啦，母啊！啊，平民囝我只有头壳，啊，讲啥物代志做袂好的啦。我绝对要说啊，乖乖甲土地卖掉啦。我看无够我透动哦，你无看春霞最近哦，哇拍拼咧趁钱，学赛车，你搁考驾照，凡事哦，这早头叫做起来。做名医，他嘛好啊，母啊！啊，你毋看卖恁囝我，讲头壳我有头壳，啊，若讲社会经验，我伫外口走透透。啊，含我落咧忍无食，啊，像煞遐软正的查某人，伊是会当要出啥物我过啦。唉，毋是我咧爱讲啦，若查某人除了生囝以外，我看是无啥物路用咧。死啦！你死啦！你又讲啥物查某人是敢养死囝啊？你头壳咧跌老火哦！你嘛查某人，
你连恁母啊，我煞嘛惨了啊！无啦，母啊，你甲普通查某人无共啊咯，你是迄落天顶的仙女下凡，毋少法度甲生啊降财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真是免看轻查某人呢。凡世查某人头壳哦，比查某人较巧。免烦恼啦，驾照说啊绝对考袂着啦。啊，搁有哦，伊即摆已经无头路啊，啊你想找头路敢有遐简单？啊，毋看卖讲这个角头是谁咧管的？我甲苏恩哪有可能会找着头路啦？妈妈，什么代志？春天的头路无啊，你使去找别项。我到头足济，你唔免烦恼。妈妈别烦恼，来，快点较紧困吼。妈妈，你嘛爱好好困哦，袂使半暝头早起来烦恼哦。妈妈知，来，较紧困。妈妈来好好困吼。来。我是要做啥？以后生活是要安怎？游兰花。游兰花，要游兰花哦。先生，要游兰花无？多谢。要游兰花哦。先生，要游兰花啦。多谢。要游兰花无？先生，要游兰花无？你咧卖花哦？是啊，教练，要游兰花无？一罐20啦。哦，安尼好一罐啦。好，你要一罐吼，我去送你一罐啦。唔好啦。不要紧啦，送着你女朋友啊。哎呀，好，谢谢吼。多谢哦。游兰花哦，要游兰花哦。哎，阿姐，啊，真啊起来啊！创啥？看卖。阮煞哪咧卖游兰花啊？是安怎你才生气啦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太良心啦？我要甲这丛游兰花扑掉啦！袂用啊，袂用的啦，扑了玉兰花，这丛玉兰花要是后一种互我呢，袂许扑的啦。母啊，你知影我看到啥无？锁啊在12路口咧卖游兰花啦，伊用这丛游兰花咧趁钱呢。哎呦，大玉兰花是趁偌济钱啦？10块、20块慢慢轻，久来嘛真惊人呢。放心啦，安尼吼伊嘛袂晓吼，通内底厝的税金车的贷款啦。我是咧想啦，若要做就较规气的啦，一届就家路当我清清气气啦。袂用的啦，你当我清清气气，就等大家贴破面啊。啊，伊若袂地，钱伫伊手头呢，伊敢会笨啊？是你哦？系啊，好。你啊，逐礼拜拢来卖花啦，安尼敢会堪的？无法度啊，都欠钱啊。小姐，对我也是无？对不起，你贫血，血红素不够，你的血不能用。陈先生，换你了。春天百花满满树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